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邀请我们各位，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神啊，我愿顺从你，我愿听从你的话。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被你的心我愿除掉，万更的意念我愿放下。被你的心我愿除掉，万更的意念我愿放下。我们一起来唱台语。主啊，我要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主啊，我要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为你的心，我愿除掉，野心的意念我要放离。为你的心，我要除掉，野心的意念我要放离。回忆的心，回忆的心，我愿除掉，野心的意念我要放离。回忆的心，我要除掉，野心的意念我要放离。回忆的心，我要除掉，野心的意念我要放离。这时候邀请我们各位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上帝。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在黑暗时代、黑暗当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承认有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看的经文以西结书里面的百姓一样，我们是活在你的光中，心却是盲目。我们看不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耳朵却还是紧闭着。主啊，我们习惯在我们人的事上，我们在走神不喜悦黑暗的道路，甚至是享受着属灵安逸所带给我们虚假的安全感。主啊，我们对于你的提醒，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危险。主啊，我们恳求你，圣灵再一次进到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看见自己生命的光景，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得懂你话语背后对我们生命及交集的关爱。主啊，求你赐下智慧，不只让我们明白真理，更赐给我们勇气去回应上帝，懂得生命回转向神，让我们的生命虽然有时在黑暗当中，但我们依然能够紧紧抓住与神那密切的关系，
主啊，我们伫你面前，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互阮伫主你应允的内底，互阮无失落阮对主你相信的愿望。愿阮今仔日通过你的话语，搁一摆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求你亲自来引带阮，阮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的线上分享的时间。那很高兴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在空中与大家一起见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可能是有一点严肃，但是却充满力量的一个主题。黑暗当中的盼望。在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那许多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一个好像挥之不去的一种黑暗感。但是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即使在黑暗的生命当中，那上帝依然有话要对我们说，他的光依然能够照进来。所以现在我要邀请各位，让我们用一个安静的心，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透过聆听神的话语，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那生命的祝福。那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优秀的心脏科的医师，那有一次他曾经提到说，他自己感到很无力的时候，最挫折的诊疗经验，那不是那一些疑难杂症，反而是他在分享说，他遇到非常多的这个人讲铁齿的病人啦，做铁齿的病人啊，那这些铁齿的这些病人铁齿的病人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拿一些检查报告，然后非常清楚的去告诉其他的病人、朋友还有家人，会说你的血管已经堵塞80%了，那你再继续这样子抽烟不控制饮食有可能就会心肌梗塞那会有生命危险那这个铁齿的铁齿的这个病人他把所有的这个风险后果都讲得清清楚楚，那照片跟数据也会跟他的朋友这样分享。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通常遇到这样的人，在跟我们提醒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只是礼貌性的点点头，然后走出这个谈话的空间里面那其实我们知道我刚讲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这个被告知的朋友这个病人他其实点点头之后呢，他还是走出这个跟医生对话的这个空间里面，然后转身到了医院外面，然后继续点起他的一根香烟他们不是没有听到也不是没有看到，但是他们会选择视而不见。所以对他们来说，眼前的享受会比起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更加的真实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通常这样的人，直到他有一天他真的被送进去急诊室的时候，在生死关头的那一回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去看见，去了解到当时候医生当初对我说的话是真的。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节呢，牧师用一个短短的故事，让大家能够更深的去体验。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身边周遭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警告，我们其实都听见了，但我们却没有听进去？是不是有很多的真相，我们其实都看见了，却选择忽略？我自己做孩子的父亲，我最常跟孩子提醒的时候，可是孩子总是怎么样？他说他听懂了，他听到了，可是他做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先知以西结，他当时候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群属灵上的铁齿这个在灵性上的铁齿背行那上帝要用一个非常奇怪
像演行动剧一样的这种方式，把这个即将要带给他们的这个灾难啊，好，活生生的演给他们看哦。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这个以西结书第12章里面第1节到第20节，上帝他怎么样用一部行动剧，好，在这个最深的黑暗当中，仍然带给以色列百姓一丝丝的盼望的曙光。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节，我们一起来看12章第1节到第7节。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必朽的人啊，你是住在悖逆的人中，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因为他们都是悖逆的人。所以必朽的人啊，你要准备流亡时所需要的包袱，在天黑以前出发。你要在众目睽睽下离开，逃到另一个地方，或者那些悖逆的人会注意到你的行动。你要趁着白天捆好逃难时需用的包袱，好让他们看见你所做的。到了黄昏，你要在他们注视下离家，像要流亡一样。当他们还在注视的时候，你要在你家的墙上挖一个洞，从那洞把包袱带出来。你要在他们眼前把包袱背在肩上，蒙着眼睛走出去。你所表演的就是我要给以色列人的警告。我照着上主告诉我的做了。那天我捆好了逃难时需用的包袱，一到黄昏，我用手在墙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在众目睽睽下背上包袱离开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先从第1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从第2节里面讲到一个悖逆的民族，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好像医生对他的诊断了，说有眼睛却看不见。这不是生理上的缺陷，而是心灵上的顽固啊。所以他们选择性的怎么样忽略上帝的警告。所以第3节到第6节，这是一连串充满非常象征性的行动剧。好，上帝希望透过以西结能够在这些以色列人民的面前呈现出来。我们看到所需要的包袱，好，预表的是他们即将要被掳走，好，国家要毁灭，家园将不再是家园。天黑以前出发，这件事情是公开而且确定的，就是说在离开的时候是非常仓皇的，好，所以非常紧急的。所以还有一个叫做墙上挖一个洞，这个是预表耶路撒冷的领袖君王将会用一个不光彩的方式怎么样仓皇的逃命，而不是光荣的奋战。还有蒙着眼睛，这象征的是一个羞辱。还有这个他们的君王将看不见自己的这个领土，预表的是他即将是一个弄瞎眼的一个人。所以这些故事的情节，实际上你可以从列王记下25章第7节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以西结，我们从第7节里面，以西结他没有问为什么，他也没有说这样做很丢脸，所以他只是遵照命令做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他领受顺服上帝，希望他表演出来这个戏剧，预表这个西底家王，以色列南犹大国当时候的王西底家王，当时候他最后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这段圣经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否也常常成为上帝话语当中是什么？像视而不见，听好像没听到，我们就好像是绝缘体一样。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在教会认识人，甚至我们也在教会出入，我们甚至回到我们的家中，可是我们的人好像不像基督徒啊。我们没有去了解过，到底身为一个基督徒应当要有什么样的形象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以西结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顺服。顺服有些时候需要付上代价的，甚至可能会被人家嘲笑的。以西结他要做这些事情，好像要表演给他看，给这些以色列人看。我在想，他领受这个意象，今天上帝如果告诉你，希望你领受这个意象，也做同样的事情，你敢做吗？我相信以西结他的行为，在很多这些邻居这些朋友伙伴旁边他眼中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奇怪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传递上帝的信息，我们甘愿做众人眼中看起来好像奇怪的基督徒？求神给我们智慧、信心跟勇气。传福音的工作需要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可是它却可以让我们时常对焦在与神的关系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会让你好像我生活在教会，我也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可是我做出来的行为却跟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却是两样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的经文第8节到第16节。以西结他顺服上帝的心意，然后愿意这样去做之后呢，第2天的早晨，上主又对他说：“必朽的人呐，他就是说，以西结，你是会朽坏的人呐。现在呢，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要问你，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他演了一出戏嘛。好，那你要把我这个至高上主要告诉他们的话，注意以西结，你都要转告给他们。”第10节后半段说，这个信息你要转告什么信息？这个信息是针对在耶路撒冷统治的领袖和居民说的。11节要告诉他们，你的动作是一种预兆，表示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要沦落做难民，做俘虏。他们中间的领袖要在天黑时拿起包袱，从他们为他在墙上预先打好的洞逃亡。他要蒙着眼睛看不见要去的地方，这就已经在预表他们的西底家王，他们未来的领袖会发生的事情。第13节，但是我要张开我的网罗，捕捉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城，他看不见那城，却要死在那里。我要把他宫廷里的所有人，包括顾问和侍卫，驱散到各国，人要到处追捕他们，杀灭他们。当我把他们驱散到各国，放逐到外国以后，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可是我要在他们中间留下少数人，免受战乱、饥饿、瘟疫之害。这样，那些残存的人要在流亡的各国诉说自己从前所做的是多么可恶，并且要承认我是上主。我们从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0节里面他谈到，我把它放大一点，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来观看。第10节里面，上帝清楚地说明，这一场行动剧的主角是耶路撒冷的领袖，指的是当时候的西底家王和所有依然留在城市里的百姓。而12节到13节这一段预言，在西底家王身上精准的应验，是根据在我刚刚有提到列王记下25章里面的记载4到7节，当巴比伦军队围城的时候，西底家王真的在夜间从城墙的破口逃跑，结果被抓，他的儿子们在他眼前被杀而且他自己则会被弄瞎眼睛，带到巴比伦，最后是死在那里。他到了巴比伦是看不见那地方的，因为他已经瞎了。第16节呢，这里讲到一个黑暗中的一个盼望，也是这整段圣经节里面的转折，盼望的地方，在毁灭、驱散、追杀的过程当中，这个很严厉的审判里面，上帝留下了一个应许，他留下了少数的人。但是上帝留下他们，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上帝留下这些少数的人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苟活啊，好，不是要让他们苟延残喘的活下来，而是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在外邦人当中要承认自己的罪，而且要见证上帝的公义跟主权啊。所以我们要留意，审判的最终目的不是毁灭，审判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要让以色列和全世界都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上帝的管教和审判，往往是和他爱的人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可以认同我讲这句，我再讲一次。我觉得上帝的许多的管教，对我们的管教跟鞭策，甚至有些时候是审判，往往是上帝他爱的人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最常遇过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提醒牧师说，牧师你不要这样子去说话，因为你这样说话会让他受伤，会让他跌倒。可是很多时候在我心中却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要这么做，因为这如果不做，我觉得我会害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出于神的爱，期待一个人的生命是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要抓住神的真理。神他爱我们，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鞭策我们。那么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如果你真心关心那一个朋友，我相信你的话语即便在一开始对对方来讲他听起来不舒服，但是我也相信你会有足够的信心继续关心下去，不是吗？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他会出手管教我们，是为了要医治我们的生命。教会他做很多的事工，他会做拆毁的工作，也是为了要重建。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在人生的困境，还有遇到挫折的时候，甚至失败的时候，我们真正去看见上帝他真的要管教我们的手，他要帮助我们，是要让我们从中去学习到上帝想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我们刚刚看第8节到第16节，最后上帝透过这一些，好，让节目给各位看一下。上帝透过最后他说，那些残存的人要在流亡的各国述说自己从前所做的是多么可恶，并且要承认我是上主。我们有没有时常听过有些弟兄姐妹他好像建功贵气了？其实有些时候我认真去想一想，如果拿到这一段圣经节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他们就如同他们的生命当中去体验到上帝那丰富的恩典，而他一而再再而三期待，他希望让更多的人明白上帝的拯救的计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允许我们走到四处的地方，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跟掌权，我们单单承认唯有上帝是我们的神。这个承认的心就是盼望的开始。我一直相信，当我们抱持着这样的态度，生命态度，去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的见证，这不会让人感觉到你很骄傲，反而会让人感受到你的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支撑你，在协助你。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圣经节，第17节到第20节。上主对我说，他说，必朽的人啊，你要边吃站立，你要边吃边站立，边喝边发抖焦急。你要对全国的人民说，这是至高的上主要告诉那些还留在以色列本土仅存的耶路撒冷人说的话。他们将要边吃边站立，边喝边发抖焦急。他们的土地将荒废，因为居民都无法无天。人口稠密的城镇
将被摧毁，村庄变成旷野，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各位弟兄姐妹，这里18节，上帝要以西结，他连吃饭喝水都要演出了，都要演出那一种好像被围城的，好像被围起来的围城的恐惧跟绝望。这已经不再是只是打包行李然后来演出剧而已，不是，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里面最基本的生理需要，真正让他们去感触到，表达出那个内心里面的战斗。所以这段话，其实19节他谈到审判，上帝非常清楚的，他让以西结先知要告诉他们，说至高的上主要告诉那一些还留在以色列本土仅存的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说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清楚的指出他要审判的原因，包含社会的许多的不公、偶像崇拜、一切离弃上帝的行为，特别在耶路撒冷城这一些上帝的百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礼拜天牧师跟大家分享，神的管教要从他的教会做开始。我们是否也能够好好清楚明白，神的审判不是单纯那一些不信神的人所做恶的人，不是。神的审判会先从他的家认识他的人先做开始。神要修剪我们，所以20节最终的结束是一个彻底的好像很荒凉村庄变成了旷野。这一切的目的，上帝再一次要强调，要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对罪的态度，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太过于轻忽太过于轻视，不在乎。我们对自己的罪，我们对人所犯的错，我们不在乎。我牧师要鼓励各位，如果礼拜天还没有听牧师讲道的欢迎你可以去点选我们礼拜天的讲道，有关于上帝希望我们要做一个为作恶的人，为做坏事或者是不正确的人的生命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生命的需要好好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常常活在一个属灵的安逸里面？我们对周遭的环境、社会、政治、国家，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恶感，我们都感觉到没关系，无关紧要。我们相信上帝就好了。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单纯因为信上帝而让人感觉你毫不在乎，不是。基督徒是信上帝，他的属灵的眼睛，他的智慧，他对世上的一切产业的东西，他会更加的敏锐，有爱心，有盼望，他知道该怎么样鼓励更多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节提醒我们，罪的后果其实是非常真实可怕的，而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会从正视罪的严重性开始。当我们理解罪如何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体会到那个十字架上救恩的宝贵，还有我们敬畏当中敬畏神的过程的生命里面所产生生命的盼望。在以西结的时代，在以西结的时代，我们相信盼望在于让我们感觉到是一种审判之后认识到神的过程。我再讲一次，以西结的时代我们看的经文，好像这个盼望是在神的审判之后才能够认识神。而到了新约，其实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更荣耀而且更清晰的一个启示的意象。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3到4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从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黑暗都是暂时的。上帝终极的心意不是审判跟流离好像而是上帝要让我们明白他与我们同在跟恢复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启示录21章，其实是最多牧师在这个临终病人或者是过世的人，我们时常在告别式里面时常用的一段话。可是实际上这一段话实际上是要带给当我们面对死亡，我们的亲人离开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恢复，我们要知道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是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是就算有面对死亡痛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以前的事会过，而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前面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带给我们更多的信息与盼望。今天我们也要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圣经节当中经文当中的问题，牧师也非常欢迎我们在网络上收看的朋友，你能够在底下的留言区来分享或者是提问。那我们第一个问题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真的成了一个有眼睛看，但是耳朵听也听不见，耳朵看却是看不见，而我们的教会就像是这样的悖逆的教会。我们要知道，今天有许多的教会是强调爱跟恩典，祝福跟成功，但这当然是福音的一部分，不能不说。但我们是否用选择性的忽略它呢？而忘记了圣经当中所关系到的认罪悔改，还有审判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分别出来的。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可以放在那个地方而来侍奉，但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生命是必须要分别为圣的。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服侍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带领者，这个牧者来到教会，这个长者，你会不会尊重他？如果你不会尊重他，然后你拼命的在那边侍奉，我觉得那不是分别出来的生命在侍奉神。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先有一个基本的，就是分别出来的生命，喜乐的盼望，而且他是愿意背上十字架道路的。如果人家提醒他，问候一下哦，你要懂得要尊重人哦，你要懂得怎么来顺服哦，你的生命也会懂得告诉你自己，好的，谢谢你提醒我，而不是说你干嘛这样子跟我讲话，讨厌，每次都叫我要做那个改变什么改变什么。我要告诉各位，当人的生命我们忽略了认罪悔改，分别为圣，甚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甚至我们不了解神的审判，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就像那个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的人。我们是不是很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只听那些让我们感觉安心的？我们每次来教会，我们最喜欢听的，我们最想要听的，就是希望让我听起来安心的，觉得自己没问题，平安了，平安了。我告诉各位，这些有可能成为假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在耶利米书第7章第9节到第11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另外一段圣经节，在提摩太后书4章3到4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以上这2段经文都是现在环境社会当中充斥在我们上帝的教会和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牧师要鼓励大家一起思考，我们的教会文化、讲台的信息，甚至小组的分享里面，我们是否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圣经它完整的真理？我们个人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自动好像跳过那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还有会挑战我们生命的经文？好像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太敢分享给信徒知道一样。其实我觉得神的话，真正的盼望的真理，不是建筑在那个虚假的平安的生命里面，而是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真相，而且要真实的悔改。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活在神的真理的根基上面。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以西结他用自己的身体和名誉去演上帝的信息，成为一个活的记号。那在今天呢，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向世界传递上帝信息的活记号呢？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依靠的是好像要做什么文宣海报、大型的活动、流利的口才啦，这些都很好。但是上帝呼召以西结做的是用他的生命本身去传达信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顺服，他的与众不同，就是他的信息。在我们的职场、家庭、社会里面、社区里面，我们的生命本身是不是成为一个让人感觉到好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会让人看见一种与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呢？而让人家也愿意来认识我们，然后来认识我们背后的上帝。感谢主，神的话一直在提醒我们做很重要的工作。哥林多前书4章9节，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马太福音第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前面，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生命需要具体的实践神的话语。例如在充满这个很多欺骗谎言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持守诚信的生命，彼此诚实相待，成为一个诚实的记号呢？当我们遇到这个充满抱怨、焦虑的环境，你是否也能够活出平安、感恩的生命，成为一个让人家感觉跟你在一起真的是充满盼望？还是你的生命让人家感觉你是充满焦虑呢？我们不一定要做出什么样子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顺服的动作都能够成为上帝大能的出口。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你仆人以西结先知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生命的话，深深触动我们的心。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悖逆的生命。我们眼瞎心盲，我们常常选择自己想听的想看的，却忽略了你真实严肃的提醒。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像以西结那样顺服的心，愿意在我们的世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记号。哪怕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也都心甘乐意。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最严厉的审判当中，你仍然存留盼望的记号，那被留下的余民，我们希望我们成为那被遗留下来的人。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本是不配
获得如此救赎的罪人，也能够成为你国度里面有福分的人。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黑暗挑战当中管教我们，不只看见生命生活的困难面，更能看见你爱的背后所要跟我们提醒的事情，要我们知道认识你是主，认识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掌权者，是多么的充满怜悯爱我们的心意。愿我们的生命从今天起，我们能够更加警醒，更加顺服，更加充满从你而来的真实盼望。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边，弟兄姐妹，请记得，上帝的警告从来不是为了要把我们好像吓跑一样，而是要把我们重新唤醒。就像医生严厉的话语，为了帮助病人的生命一样。不管你现在是否正走在困难、充满挑战的路上，但请不要失去对生命的盼望。因为就在你面对生命困难的时候、黑暗当中的时候，上帝也在做工，他会熬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愿意放下那自己的骄傲，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深的去认识他，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改变，成为真正蒙福的上帝的儿女。愿主赐福大家，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晚安，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